搁来关心到对国外毕业转来到台湾的泡泡医师，这专业性的争议最近是愈弯愈大条。总统赖清德昨才只是讲，当年对国外转来台湾实习的名额干那50个，未当搁增加。不过，机构团体今仔日就出来质疑讲，优化偏乡医疗前进计划，对国外毕业的学生无执照就会当来申请，根本就是扩大泡泡医师的管道。因为卫福部是强调讲，最近就会公布规范来限制学生的资格。每年国外回台实习名额就是50名，政府承诺不会提高名额。针对去波兰、西班牙等部分国家读册毕业的去考医学生，也互外界叫做泡泡医生的政绩咧滚价。13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伫中常会指示，每年国外倒来台湾实习名额都是50个，未替换名额。不过去考团体议员批评，优化偏乡医疗前进计划第2期，去考医师部分，外国毕业学生无执照就应申请，各这期名额是外加伫每年公告的50个以外。那这24亿甲偏乡计划里面提供给波波的实习名额，到底是包含在这公告的50名以内，还是在公告的50名以外再外加？请你们说清楚。杨延期批评偏乡医疗计划，本国学历爱有去考医师执照才能申请，不过参加计划外国毕业学生考无执照就应免下乡服务，因讲是实施及格证明大放送。不过卫福部搁一摆强调，最近会公布医师法施行细则，会排除函授、顽固教学、各部对外公开招生等学历资格。函授啦，或者是说没有经过公开甄试、公开的这个考试等等，就是说这个学历上面的一些认定的疑虑，会在接下来的施行细则里面去明确的做标示，跟明确的去规定。违法放水这个坡坡的这些执照，我们需要把它收回。然后我们要去检讨这个过程中，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放水？去考医生团体阁被号召第1是上街路反对24号加偏乡计划守护台湾的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